晚上嘅9點鐘左右，呢部城巴沿住3號幹線駛翻去車廠，喺葵涌貨櫃碼頭附近嘅時候，車尾係着火。消防員到場將火救熄，冇人受傷，暫時係未知道起火嘅原因。一架九巴喺清水灣道彩雲村落斜嘅時候，懷疑失控衝上咗行人路，2個乘客同1個途人係受咗傷。李志堅報導。失事嘅雙層九巴成架打斜晾喺行人路。警方話呢一架10號線去大角咀嘅九巴，朝早10點幾由彩雲村嘅巴士站開出，咁沿住清水灣道落斜嘅時候，懷疑失控，鏟咗上左邊嘅行人路，撞爛埋鐵欄。巴士嘅車頭轉位，車上面當時有10幾個乘客。出落嚟都唔顧唔掂咯，一油擺啊嘛，一出擺啊點知？咁全部人好似識嘅咁落嚟。係啊，影我，啲乘客點樣啊？吱啦仔叫咯，驚啊嘛！其中2個女乘客覺得唔舒服，需要送院檢查。另外1個女途人就俾爛咗個鐵欄整傷手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志堅報導。